今場 Australian Championship 有啲嘢睇啊 ！Avondale 對 Canberra Croatia 13:30開波，主隊有主場 buff， 客隊就靠反擊同定位球揾機會。想穩陣就要睇清3個位。第一，邊路節奏 ，Avondale 兩翼上得快，傳中同角球會係重點。如果早段角球偏向主隊，壓力會一路滾大。第二，反擊速度 ，Canberra Croatia 轉守為攻幾利索。特別係中場奪回控球之後直塞到位，呢度要小心被偷。第三，體能同節奏控，若果上半場拉鋸多，犯規偏多，細波味會越嚟越濃。如果 Avondale 入局快，主隊半場唔輸就幾順。穩中取向，半場細波，方向直搏，配主隊不敗更保守。進取向，留意主隊角球優勢玩法。若果反而見到 Canberra Croatia 偷到先機，可以改同反擊盤路。你又點睇？留言講下你嘅心水。Follow 林伯數據室專業分析留言區，揾秋香拎免費貼士。